二位，你们谁付账啊？谁？不是，那个掌柜啊，我们呢原本是有钱的，但是一不小心钱丢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哎，对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赖账的都这么说，我见得多了。不是，掌柜的，我没有想赖账，我们呢只是途中遇到了一帮劫匪，然后我们……哎呦，一会儿说遇上了劫匪，一会儿说丢了，这出来想混神儿，先把谎撒圆了再说。这真没撒谎，是谁撒谎了？真是吃了熊先豹子胆了。哟，哦，摆个臭架子吓唬我，是不是？你不是撒谎，那好，饭钱付了，哎，吃饭花钱这是天经地义，这个理儿说到皇上那儿也是这个理儿，对吧？嗯，皇上来这儿也是这个理儿，的确是这个理儿。不是，这掌柜的，我没有不给钱的意思。那你给钱，快把钱给了啊！老大，要不然你先把你那个金镯子拿出来，回头我给你买几个玉。不可能！这个金镯子是我另外一个兄弟给我买的生日礼物。那日在太原帮你当了一袋粮食，后来有一天好不容易赎回来了，这才几天还没带热乎呢，不能给你。掌柜的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呢给你写个欠条，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来，我给你送10倍啊，不对，我给你100倍。哎呦，啊呸！还10倍100倍，这混神的我见得多了，可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。你撒着谎，小孩都不信。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我家里真的很有钱。你别说10倍100倍了，1000倍10000倍我都给得起。掌柜，你行行好吧，好吧，回头真有重赏，还有重赏啊！哎呦嘿，我可等不及重赏了，我先赏你。小二，有，还有吃霸王餐的，谁？他们俩，给我捆了，送衙门。站住！一般遇到这种情形，别跑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想不到我堂堂大清皇帝，居然沦落到付不起饭钱，还被市井小民追着满街跑。行不行啊？这才一会儿扎了10几下了。你嫌弃我啊？这还是我第一次拿针线呢，以前都没有过。这么说，你是把第一次给我了？当然了。哦。你堂堂大清皇帝，怎么能调戏良家女子呢？烦死了！别着急啊，第一次慢慢来。听不见！老大，这次回了宫以后，我一定要把这件衣服好好的珍藏起来。至于吗？不就缝得差了一点吗？你还存起来，好随时嘲笑我是吧？老大，我是跟你说认真的。我贵为天子，却被自己提拔的官员追得如此狼狈。这次出巡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，所以我要收藏好这一件衣服，好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好皇帝。我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、提拔监督官员的制度，这样天下才能太平。说得好，龙小弟。哎呀，也不枉我昨天帮你缝衣服扎破手指了。老大，这个我们待会儿去哪儿找吃的呀？
距离昨天咱们吃的那个霸王餐已经12个时辰了，我前胸都贴后背了。放心吧，有老大在，绝不会让你饿肚子。走。哎，老大，你要不饿的话，你背我。哎，老大，看到了吗？有一个富商啊，他母亲这个月过80大寿，所以准备在这儿施粥半个月呢。哦，老大，你不让我去当叫花子吧？不当叫花子当什么？咱们俩去酒楼当大爷啊！之前那次是运气好能逃脱，就咱俩这3脚猫的功夫，打又打不过人家，身无分文，怎么逃啊？那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现在想要脸面，还是想要命啊？那还是要命吧。小招了，小招了！还好这边的百姓都不认识我。谁认识你啊？走吧。都有，挤什么挤啊？明明是你挤我了。我挤你怎么了？我比你爹岁数还大，就你这样子，还和我们这些老不死的抢一碗稀粥，你知羞不知羞啊你？麻烦再来一碗。没了啊！回去吧啊！没了啊，没了啊！今天都没了，下次再来吧。哟，后生，你来晚了，这都没了。等一下。给。我说小后生，你可别嫌弃这碗刷锅水，它总比一碗清水强啊，多少能沾点骨气。你不要，我要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，娄小弟？就是少了点。对了，老大啊，你喝了没？我喝了，我在那边早就喝了。我可不像你，放不下身份，我跟那帮灾民一起抢的。有时候太君子啊，会挨饿的，知道吗？老大，我怎么听到你肚子在叫啊？没有，我这是撑的，我刚才吃特别多。给你吧。我不用，我平时吃的比你多，这肉都藏着呢，现在可挺饿了。什么不用啊？拿着。咱们俩可是拜把子兄弟，说好的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呢。虽然这只是一碗粥，那也得一人一半。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，尽快回京城。我要是在这儿多耽搁一天，百姓们就得多受一天的苦。这里离京城千里之远，就算走一天100里，也得走10多天呢。要是能雇辆马车就好了。雇马车啊，我问过行情了，从这儿到京城雇辆马车5两银子，你有吗？哎，我现在算是知道了，什么叫做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。老大，要不然你把那……公子，少一点吧，我真的没有了。没吃饭。
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，真是。给我一点吧。没有了。老大，你就让我把那个金镯子给当了吧。等我回了京城以后，立马让人帮你赎回来。不行不行啊！我这个金镯子是我一个兄弟送我的，我那个兄弟心思很重的，如果他知道我把金镯子当了，他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哎呀，你自己想办法赚钱嘛，别老打我金镯子的主意，行不行？好，我知道你是故意刁难我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我挣不了这5两银子。这才是我的好龙小弟嘛，文武双全，什么都会，对不对？不过你想到什么办法赚钱了吗？老大，你的耳环呢？哦，这儿呢。哎，你的金镯子不能当，耳环可以吧？耳环是可以啊，不过耳环不值什么钱，只能卖10几个铜板。10几个铜板就够了，走。哎，不妥不妥啊！我认为你这个方法非常不妥。明明耳环换来的铜板可以买2个烧饼吃，你非得买这些笔墨纸砚干什么？我卖了字儿以后，你还吃烧饼啊？我给你买10只烤鸭，让你边坐着马车边吃着烤鸭回京城。吹吧吹吧，反正大清吹牛不上税。老大，你别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我自幼好学工书，不到10岁的时候啊，这朝中诸位大臣啊，对我的字儿那是争相收藏。民间更是一字难求啊。如今我沦落在此啊，拿自己的字儿换一点盘缠，不管是谁买了，那都会当成传家宝的。是啊，你最棒，你最厉害，你是皇上，你说了算。发钱了，来客了，来领钱了。你看看，我就说了吧，我字儿有人喜欢。发钱了，发钱了啊！都有啊，排好队，别急都有。你的，看到了吧？你的字在他们眼里还没个铜板实惠呢。哟，这幅字笔画圆润柔美，清丽潇洒，颇有明代董其昌的风范呢。在世道好的时候，应该能卖几两银子。你居然能从我的字里边看出董其昌的风范，看来你对书法颇有研究啊！不瞒2位，在下萧凤生是也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山西第1大才子萧凤生是吧？惭愧惭愧啊！哎，你是否画过一幅《古道西风图》啊？有啊，不过我当时送给了京城一位友人。听说此画几经辗转到了皇上手里，皇上爱不释手。怎么，你见过此画？啊，那倒没有。我有一个乡亲啊，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朝中做官，然后我听过这个事儿而已。哦，哎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卖字画，要在这儿乞讨为生呢？世道不堪，灾荒之年，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哪还有什么闲钱买我的劳师字字画呢？我又不愿攀附那些达官显贵，也就只得乞讨度日了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怪不得先生能画出连皇上都欣赏的大作来。这位兄台倒是萧某的知音呢。不过我也没有别的东西可赠，这枚铜钱我就赠与兄台，好歹也能买碗薄粥。告辞了。哎，龙小弟，现在总算知道了吧？大臣们啊，觉得你的字值钱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字写的有多好，而是因为你是皇上，天子墨宝谁不想要啊？那些富商要是知道你是皇上的话，倾家荡产也会买你的字的。老大，你就别再挖苦我了。这趟微服私访，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比在宫里边读的所有的书加起来还要多。响鼓不用重锤，那我就不多言了。哎呀，不过我要开始准备去给你赚路费了。我都赚不到，你能行吗？我，李欢，江湖就是我的天下，知道吗？哼。
么了，苏大人？快准备接驾！接驾？皇上在哪儿啊？那个穿补丁衣服的就是皇上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奴才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你要是再晚来几天，说不定朕就要去见先皇和太祖皇帝了。奴才罪该万死。皇上，索大人跟大塞在途中遇见不明身份匪徒的袭击，九死一生，才找到玉巴赞将军的军营。刚一到营门口，就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，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。他宣读了皇上的密旨之后，没顾伤好，就跟玉巴赞将军赶去山西太原，在途中遇见了奴才，得知了皇上已经启程返京，所以才一路追了下来。朕已经知道了，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醒醒，欢妹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滚！小师妹，我走。小师妹，我也是一时冲昏了头，情不自禁。情不自禁？你还有没有一点廉耻心？你明明知道我跟大师兄定了亲，我是未来大明的太子妃啊！你还知道你跟大师兄定了亲，是未来的大明太子妃？那你还跟康熙？你可以和大秦的狗皇帝亲热，我亲你一下，就变成了不知廉耻是吧？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的话？你走！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小师妹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那要不我现在带你去找大师兄啊？你是不是一直知道大师兄在哪儿等我们？你为什么不带我过去？你把我抱进山洞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走！滚！我数3个数，如果你再不走的话，你再不走我就咬死自己。好，我走，3，我走，滚！这都3天了，李欢怎么还没有消息？都没有。那些黑衣人不像是刘德昭的手下，而像是吴三桂花重金聘请的江湖流寇，身份不明，很难追查。眼下还没有证据证明那些黑衣人是受吴三桂所指使。吴三桂只知道龙三是普通钦差，而不是朕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只怕易欢会更加危险。所以，你们一定要守口如瓶。皇上，请您放心，奴才已经吩咐下去，任何人不得泄露消息。其二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、危及圣安，奴才及手下将士未惊动地方官府，而只是秘密行军。你做得很好。皇上，那这刘德昭该如何处置啊？刘德昭乃胆大包天之徒，岂会束手待毙？若能逼得他叛乱，岂不是好？皇上，刘德昭居然敢下令通缉皇上，害得皇上九死一生，更害得臣妹生死未卜。臣恳求皇上立刻下旨，将其处以极刑，灭其九族。这个刘德昭纵然将他挫骨扬灰，也难消朕的心头之恨。臣愿意传旨问罪，捉拿刘德昭，为皇上分忧，为臣妹报仇。这刘德昭，毕竟在山西经营多年，若这么明旨问罪的话，让他知道了朕便是龙三，龙三便是朕，只怕他会狗急跳墙，联合众多的涉案地方官员起兵叛乱。纵然起兵叛乱，也成不了气候。玉巴赞手下都是以夷敌十的8旗精锐，一定能把他们收拾干净。皇上，奴才愿立下军令状，
替刘德昭的人头来见。不必了。犯下滔天大罪的只是刘德昭等贪官，他手底下的官兵也是我大清的子民，又何必激起兵变，徒生内耗？皇上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刘德昭此时啊，一定知道龙三被玉八赞给接走了，他一定会心虚。如果朕所料不差，他弹劾龙三的折子已经在快马送往京城的路上。待朕回京之后，朕派一个老成持重的官员去接见刘德昭，就说他和龙三互相弹劾的折子，朕都已经看到，朕不能偏听偏信，要宣他进京，和龙三当面对质。哎呦，哈哈哈！皇上，您这可太英明了。想那刘德昭自是手里面有假圣旨、假玉玺，他必定想侥幸最后一搏，这样，他很可能会老老实实的进京来对质，到时候我们便可不费一兵一卒，让他自投罗网。想不到他经历了如此大病，受了那么多此前从未受过的屈辱，还能如此冷静。若换了我，只怕会亲自率兵去捉拿刘德昭，一块凶夷。又如此强敌，我要光复大明，谈何容易？皇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请皇上尽快起驾回京吧。眼下奕欢还生死未卜，朕放心不下。是啊，皇上，世淑姑娘是下落不明，可是您留在这山西，那也没有什么益处啊。建清，你快告诉我，奕欢是不是已经……我不会再也见不到奕欢了吧？叔父放心，奕欢不会有事的。啊？难道你已经有了奕欢的下落了，只是瞒着皇上？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也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，奕欢现在是安全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赶快把他找回来呀？自从鳌拜在康熙面前点明我们兄妹的真实身份之后，康熙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其实早就对我们兄妹存下了一份戒心。不过经过这几次我们兄妹出生入死的救护他的戒心应该已经消除了。但若是让奕欢这么轻易地回到他的身边，说不定他反而会误以为这一切不过是我兄妹设计的苦肉计而已。你的顾虑也不是杞人忧天，但你可知，不仅皇上，就连索额图也在暗中怀疑你们了。索额图？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什么破绽？破绽倒是没有，只是他这次前去调兵，途中遭遇了几波江湖杀手的突袭，他怀疑是你暗中指使。他眼见皇上宠信你们，而奕欢又为了救护皇上而被黑衣人掳走了，就没敢对皇上说，只是私下里和我提起过。所以我马上把你叫出来，就是想提醒你，一定要当心索额图。多谢叔父提醒，侄儿定当小心行事。好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皇祖母，可是有皇上消息了？索额图派人送来了密奏，他跟玉八赞已经顺利的接驾，皇上平安无事。阿弥陀佛，妾身这悬着的一颗心，也总算是放下来了。不过皇上目前不想回京。为何？皇上在索额图搬取援兵之时，接连遭遇了官兵和几路神秘杀手的追杀，幸亏李氏兄妹舍身相救，才脱离了险境。李焕为了引开杀手，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这李奕欢本来就是奴婢之身，为皇上牺牲乃是分内之事。难道皇上为了寻他，就这么一直不回京了？索额图密奏说，皇上的遭遇追杀和李奕欢的失踪都甚是蹊跷。难道这一切都是有人布的局？来，娘，你先吃。
娘不饿，你吃啊。娘骗人，我明明听到娘肚子在咕咕叫。喜儿，还认得我吗？哦，大哥哥是你呀！喜儿，在吃什么呢？我娘煮的野菜糊糊，家里的米面都吃完了，只能吃野菜了。我娘说要再过几天，连野菜都没得吃了。这位公子爷是？我就是那日分走半张白面烧饼的叫花子，这次过来兑现对喜儿的承诺，还你们肉饼。真的，娘，我就说嘛，大哥哥是不会骗我的。哎呦，你看我这眼睛，那日小夫人说话多有得罪，还望公子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以小夫人一般见识。没事的，大嫂，在这灾荒之年，人人都只能顾自己。这喜儿啊，能把仅有的一张烧饼分我一半，这等大恩，也是让我终身难忘的。来，啊，肉饼，整整10张肉饼，赶紧吃吧。娘，你先吃吧。谢谢公子爷。大嫂，能不能把这碗野菜糊糊给我喝呀？这，公子一看就是出身不凡的大富大贵之人，如何喝得这个呀？大嫂，这是周钱。这可如何使得？没事，收下吧，这是我欠你们的。相信我，很快朝廷就有新的赈灾措施下来，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能骗得了你们了。李太医，眼下易欢还没有消息，但是我已经决定明日回京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主子言重了，主子乃万圣之尊，不宜久离京城。而且太皇太后已经传来懿旨，催主子回宫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眼下山西有数十万的灾民急需朝廷的救助，更有看似表面祥和，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的朝局，需要我去治理整顿。这是易欢为何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救我的原因。所以，我不能辜负他。主子能以国事为重，是臣妹之幸，更是天下百姓之幸。请主子安心返回京城，寻找营救臣妹之事，就交给臣去做吧。臣正在想办法，通过一些江湖人士，打探那些黑衣杀手的下落，相信很快便会有消息。那一切都拜托你了。其实，在我的心里，你已并非我的臣下，而是我的朋友。易欢更是我唯一的红颜知己。如果他，那将是我穷尽终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好饿呀！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要不然出去找点吃的。烧鸡，还有酒，进来吧。
我不是说让你滚了吗？我滚了，我真的滚了。可是你的伤没好，我不放心你。而且我算了一下，我留给你的水啊、干粮还有药，你差不多也应该吃完了，所以我就又回来了。你如果真的关心我，就应该把我的行踪告诉朱哥哥，让他来接我。没脸见他。我前不久做了一个很怪的梦，我梦见有个人跟我开玩笑，我推开他，还让他滚。不过现在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那个怪梦我也都忘了。真的啊？哎，不好的梦，忘了就忘了吧。但是下不为例。快吃吧。康熙和大师兄他们就在前面5里外的林子里扎营，我不能继续再往前走了，会惊动林中暗哨。叶哥哥，你赶紧去找倩影姐姐会合吧。这几天她一直在吴应奇那边帮你撒谎，一定很辛苦。信号弹你拿着，等我走了以后再放。我不想和大师兄碰面。好好照顾自己啊。保重啊，叶哥哥。你也是，京城再见，保重。放了这个信号弹，朱哥哥就能看到我了。如果朱哥哥和龙小弟知道我平安归来的话，肯定像两个小傻子一样，嘿嘿，乐疯了吧？朱哥哥，你得快点来接我啊！文心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已经没有大碍了，多谢皇上关心。以前在宫里啊，朕只觉得你温婉博学，知书达理，没想到你还如此有胆有识，屡次不惜性命救朕。就只此一点，整个后宫无人能及你。那叶欢呢？叶欢他也是朕的知己，朕也想将他纳入后宫，只不过他始终都咬定不肯，而且他已经许配过人了。哦，对了，皇上，臣妾有一事要向您禀报。雪嬷嬷的病已经好了，只是她伤心我爹的死，想为我爹守灵3年。臣妾未向皇上请示，便自作主张的准了，还望皇上恕罪。雪嬷嬷忠心护主，就由她去吧，这些小事你自己决定就行了。是。
把剑拿过来。再来。不必了。论武功，从小到大我从未赢过你。不只是武功，其他任何方面，你也永远赢不了我。是，我永远都比不上你，从身份到能力。那你还痴心妄想，跟我抢一欢，自不量力。大师兄，你误会了，我从未想过和你抢小师妹。幻妹是不是在你手上？我今天早上就把她送回清军营地了，你没见到她吗？她能平安回来就好。这几天，我一直四处寻找你们，没有在营地里。你怎么知道？是我救的一欢。那夜，我找到康熙以后，就去追踪那批黑衣人的下落。结果发现，他们全都被人一剑毙命。你的剑法我再了解不过了，就知道是你及时赶到，救下了一欢。可我还是去得晚了一步。小师妹的脚被他们给刺伤了，失血过多，已经昏了过去。我只好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给她疗伤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送她回来？也没有给我发信号。我给你们发了那么多信号，你居然一个都没有回应我。不要给自己找借口。是男人，就要敢做敢当。好，我敢做敢当，是因为我太久都没有见到小师妹了。好不容易见到她，我不想那么快就跟她分开。我只是想好好照顾她几日。真的只想照顾她几日这么简单？大师兄，你这么说，侮辱了我这个师弟不要紧，你还侮辱了一欢，更侮辱了你自己。好，我暂且相信你。不过你给我记住了，注意自己的身份，否则我绝不饶你。其实你不必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，我对小师妹的心伤不了你，倒是小师妹的心。她的心怎么了？大师兄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小师妹虽然武功平平，但如果就论轻功来说，连大师兄你也要甘拜下风。她是为谁预先的？这没什么。我跟倾城也救过康熙，我们都不过是想利用他，颠覆大清朝廷而已。大师兄既然如此说，全当小弟多嘴了。我还要赶去跟樊师姐会合，先告辞了。小兄弟到了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给钱。客气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我终于回来了，猪哥哥、龙小弟，你们都想死我了吧？这就是一车道。赶紧给我做一桌好吃的，迎接我吧！哎呀！大人，就刀，抓起来！别动，别动！放开我！别动！那小子跟他是一伙的，抓起来！国父大明，大明万岁！别动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抓错人了！我不认识他，我腿脚不好，我搭车的，我跟他不是一伙儿。那你跑什么呀？我看你抓乱党，我害怕，我就跑了。对，那小兄弟说的没错，他就搭我的顺路车，你们休得冤枉他！啊！你越是着急撇清，爷我心里就越明白。带走！哎，我不是。给我老实点！还敢说你不是乱党？寻常女子哪会女扮男装掩人耳目的？给我一起带走！不冤枉！走。
人物的乱党？乱党可什么乱党？这呀，十有八九是被冤枉的。真正的乱党就那么几个。哎，听说啊，朝廷重惩捕获乱党的官员，每抓一个乱党都有刑责，抓多了有官惩的。原来如此。朱哥哥，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。从小你对我那么好，可我就知道欺负你。这下好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欺负你了。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着就死了，我死了以后你千万别难过。你找一个嫂子，好好对她，我会在阴间祝福你们的。臭丫头，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还想耍什么把戏？大人，我真的没耍把戏，我之前真的没骗您。其实我说的那个同党根本不是我的同党，他是我的结拜兄弟龙三。我们俩结拜的时候说好了，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可我这都要死了，他连最后一程都不来送我。龙三，我为你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我救了你那么多次命，你一次回报都没有。结果我这回京了，还糊里糊涂的把命给弄丢了。而你呢，就知道躲在宫殿里吃香的喝辣的，都不来找我，不来看我。龙三，我诅咒你，以后喝水塞牙，走路摔跤，除非你还清你欠我的所有利息为止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李一欢跟你断绝结拜关系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。好了，53刻已到，行刑！刀下留人！谁在喊刀下留人？龙小弟，老大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没在做梦吧？我早就来了。你早就来了。大人，我说的同党就是他。真有同党？没错，这个同党就在你面前，快抓住他！来啊，把这几个闹法场的给我绑了！大胆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手！张国泰，你这条疯狗，你老养昏花了啊！连我索额图都不认识了。索大人，索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还有谁来了？大人，您这招引蛇出洞，没把蛇引出来，没想到倒引来个真龙天子。跪下！皇上！各位臣民，各位百姓，朕接到密奏说，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，为求加官进爵，竟大肆抓捕良民，冒充反党，滥杀无辜。朕现在就下旨，对所有在押的乱党全部重新审理，无罪者当场释放；对过往同类案件也全部重新审查，如系冤案，全部平反，并由朝廷进行抚恤。皇上圣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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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虽然救下欢梅，还有其他几个联盟的兄弟，却又让康熙收获了民心。顺天府尹甘国泰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证据俱在。来人啊，摘去他的顶戴花翎，移交刑部审理。这皇上饶命啊！
微臣知道错了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走，微臣知道错了，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广妹，哥，让朕来。花儿，朕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终于又活色生香的出现在朕的面前。皇上，你刚才那么任性张扬的把奴婢抱进来，这要让太皇太后看到了，又该说奴婢魅惑皇上，坏了宫里的规矩了。朕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你放心，有朕在，谁都伤害不了你。我问你，你那么早到刑场了，为什么那么迟才露面啊？朕既然去了刑场，那当然不能只救你一个人了。朕还要体察一下民情，去看看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到底做了一些什么。但是朕在暗中布置了众多的大内高手，会保护好你和死囚的性命。对了，你居然在刑场上公然诅咒朕，还说要跟朕断绝结拜关系。那还不是你啊！谁让你不敢来救我的？我连着放了3晚的孔明灯，你都没看见吗？朕也连着放了3晚的孔明灯啊，差点就这么错过了。其实我嘴上骂你，说要跟你断绝关系，那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因为我怕我真死了，你就会应了那句同生共死的誓言了。朕知道，你一向是刀子嘴豆腐心的。就是这个甘国泰太可恶了，你好不容易从刘德昭的手上逃脱，又被这些贪官污吏给抓起来。你放心，朕一定会一个一个的办了他，替你出了这口气。你不怪要替我一个人出气，我只希望你可以记得在微服私访的时候你对我的承诺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你放心吧，朕不会忘记的。但是朕现在不想谈国事，你等着。花儿，你看看，这是我。朕的画工怎么样？也就比我高那么一点点吧。朕还以为从此以后只能在画上见到你了。我也以为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，龙小弟。你干什么呀？我只是你的笔墨诗书，我又不是你的嫔妃。你别口是心非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朕有多想你啊？朕就不相信你的心里一点都不想朕。我，放开我！怎么了？咱们俩又不是没亲过。在山西你重伤的那段时间，都是朕帮你清理伤口的，而且还口对口的为你渡药。别再说了。微臣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皇上，一环脚受了伤，还是容臣先为他治伤吧。行，你先给他看看脚伤吧。怎么样？这伤要紧吗？伤得很严重，必须剜掉坏死的腐肉，才能治伤。啊，那不疼死了！早知道受这份罪，我还不如让那顺天府尹把我宰了算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当时在山西救朕的时候，那股不惧生死，
不畏一切的英雄气概去哪儿了？我根本不想当什么英雄，我只是不忍心看你死而已。行了，我这没什么事儿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朱哥哥，朱哥哥，我们节后重逢，你为何看上去那么不开心啊？小瓶内服，大瓶外敷。我是欠了你钱了，还是偷了你的米了？这脸臭的跟死鱼烂虾似的。世叔姑娘好生歇着吧，下官告退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脚疼。活该，谁让你逞能？真的特别疼。你是脚疼，我是心疼。真正心疼你那个人，是我。朱哥哥，你看，你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？哎，说好了，刚才我一个劲儿的跟你说话，是你不理我的。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着急，像疯了一样到处找你？可你呢，居然愿意为了康熙这个狗皇帝，舍弃自己的性命。你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吗？因为他是我的龙小弟，我们是结拜兄弟，他有难我肯定要去帮的。如果他换作是你，我也一定会不惜性命去救你的。原来，在你心里，他已经跟我一样重要了。你自然是要比他重要一些的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兵戎相见，你会帮谁？我自然还是会帮你的，朱哥哥。也不知道你现在说的话还有多少是真的。但就算你说的是假的，只要你还愿意撒谎哄我开心，我也把它当成是真的。欢梅，你记住了，不许再为康熙以身涉险了。因为他如果没有你，他还可以继续做他的大清皇帝，还有他的3宫6院72妃。而如果我没有你，我真的是生不如死了。朱哥哥，你没有了我，你还有光复大明的大业啊！光复大明是我此生最大的责任，可你却是我的命。如果没有你，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。皇上竟然为李义欢去大闹法场，这成何体统？太皇太后，其实这也怨不得皇上。那顺天府尹啊，错抓了一批无辜百姓，冒充是对抗朝廷的乱党去邀功。皇上在法场亲自处置了这个顺天府尹，主要是为了安抚民心，倒也不全是为了世淑姑娘。这小丫头失踪了好几日，皇上呢，竟然呢魂不守舍的。太皇太后，这皇上在微服私访的时候，世淑姑娘多少次出生入死的去救护皇上。皇上正值青春年少，难免会动了真情嘛。啊，是啊，他那是为皇上立过功，可是不管怎样，他把皇上迷成这样，也都是他的罪过呀。皇后驾到！臣妾恭迎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吉祥。丽妃，快快平身吧。谢皇后娘娘。
妹妹这如今升了妃位，是越发风华出众了。妹妹何德何能忝居妃位，全靠皇恩浩荡。本宫此次操办的典仪，妹妹可还满意？当然满意，只是让皇后娘娘太过操劳，妹妹心里实在是不安。妹妹不必客气，打从妹妹这一进宫，本宫就觉着妹妹啊是个拔尖儿的，必定能得到皇上的恩宠。这不，才几个月的时间，妹妹就从贵人升到了嫔，如今又升到了妃位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皇上不过是念在王父的情分上，体恤妹妹罢了。如今，妹妹已是无父无母的孤女了，以后还要仰仗皇后娘娘多多照应。本宫此次来呀，就是想跟妹妹说一些提起的私房话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妹妹放心，妹妹一看就是个面善的人，不比惠妃、娴妃那几个姐妹，一看就不是一个好相处的。以后在这后宫之中，我就只对你另眼相看。妹妹也不必拘束，尽管把本宫当作自己的亲姐姐，你我姐妹互相扶持，相亲相爱，岂不甚好？能得皇后娘娘垂怜，是妹妹的福分。多谢皇后娘娘。妹妹，快起来吧。啊，姐姐。听说妹妹和这个世书姑娘李易欢走得很是亲近。说不上亲近，只是皇上吩咐了，说世书姑娘生性好动，怕闷，命妹妹时常去永乐斋多走动。皇上曾吩咐过本宫和所有的嫔妃，无事都不要去永乐斋。这意思是不希望我等和这个李易欢有所交集，却唯独让妹妹多去永乐斋走动走动。看来皇上心里对妹妹，也是对别人有所不同的。姐姐千万别误会，只是皇上看妹妹性子软糯，不易与人起争端，所以才吩咐的。如今，妹妹已是无父无母，无依无靠，皇上的吩咐，妹妹不敢不听啊。感情在皇上的心里，妹妹还不及李易欢尊贵。妹妹是堂堂丽妃，倒成了陪她一个笔墨诗书解闷儿的，可不是吗？妹妹，不瞒你说，本宫看到皇上为了李易欢如此着迷，本宫真是忧心如焚呢。姐姐，您贵为皇后，乃是后宫之主，那李易欢再受宠，也不会威胁到您的。如果只是威胁到我这个皇后，倒也是好了。就怕他威胁到的是皇上，是我大清的江山。啊！姐姐何出此言？你此次跟皇上在山西被刘德昭和一帮神秘杀手追杀，显然是身边出现了奸细，故意泄露了你们的行踪。这思来想去，唯有李氏兄妹最为可疑了。可是皇上跟妹妹说，那些刺客都是平西王的手下呀。可能这李氏兄妹就是平西王派来的奸细。李易欢此次舍命救皇上，有可能就是一出苦肉计吧。妹妹，你说本宫能不忧心吗？不瞒姐姐，此次我随皇上出巡，我看这李氏兄妹倒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啊。
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妹妹，哎，眼看着后宫之中，你是唯一一个能够进出永乐斋的嫔妃了。不知妹妹可否愿意为了姐姐多多注意这里宜欢的动静呢？姐姐放心，一旦我有什么发现，立刻向姐姐禀报。最近，皇后一门心思要笼络我，想要我帮她在易欢那里打探消息，我已经假意应承了她。大师兄，以后我们的行动一定要更加小心。我也一直怀疑，我们身边有吴三桂的奸细。我原本以为，这个奸细应该隐藏在索额图挑选的那30个侍卫当中，但现在这30个侍卫，除了纳赛都死了，而纳赛又是索额图的亲侄子，可以排除。所以现在，又不知道那个奸细是谁了。会不会是那些侍卫当中有人诈死呢？这是唯一的可能。那个奸细发现我们已经察觉到他的存在，正在进行内部排查，所以就诈死脱身了。只是当时形势危急，我们根本就来不及检查那些尸体，没想到让他钻了空子，给跑走了。真没想到，皇后和索额图居然怀疑你和易欢是吴三桂的奸细。好在康熙现在对你们深信不疑，根本不会相信。眼下局势如此复杂，先是不明身份的神秘人从永乐斋盗走了铜匣，接着明珠谷又出现了鳌拜的奸细，现在吴三桂埋伏在宫中的奸细又露出了马脚，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机。以后我们行事要更加小心。大师兄，你也别忧心，不管形势如何危急，我都会和你们一起共同面对。谢谢你，倾城。走吧。山西本富庶之地，然朕亲见民生疾苦，而地方官各自为政，巧立名目收受税银。朝廷所发赈灾银两、粮食，被各州县官员层层盘剥，真入灾民手中，实不足一。灾民食不果腹，流离失所，而众官员香车豪宅，生活之铺张奢靡，犹在朕之上。朕着令，吏部彻查山西贪污之风，以正乾坤。钦此。好了，龙小弟，写完了。你来看看怎么样？老大，看来你在我这个小弟的调教之下，这个字儿啊大有长进。只是没想到你身为女子，居然写的字儿能有几分朕的风范。主要啊，还是你的这封诏书内容写得好，这听得我呀是痛快淋漓的。以前小的时候，在我们老家，每一次闹饥荒，饿死很多人，当时看着吧，就觉得特别惨。那个时候，你一定在心里把朕骂了几百遍吧？那当然了，这老百姓饿肚子，肯定都是你这个皇上的官儿没当好啊。皇上呀，可不是个官儿。皇上怎么不是官了？虽说这贪污赈灾银两的是山西的地方官，可是呢，你这个皇上可是最大的官儿，这都是因为你的失职导致的。这番话要是在朝堂之上任何一个人说了，朕都不会轻饶的。可现在不是在朝堂啊，而且我也不是别人啊。那你说，你是朕的什么人？老大，这次出巡呢，真的是感慨万千啊！不仅体察了民情，还学到了很多朕在御书房里和朝堂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，尤其是还跟你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，那将是朕这辈子都无法忘却的美好回忆。你看看这个，
还记得那日你说过，这个龙字就是一个龙加一个耳字组成的，意思就是皇帝的耳朵是个摆设，听不到百姓的疾苦和心声。朕听了那番话以后，心里很是震撼，所以回了宫以后，就立马在这个扇面上提了这个字儿，以随时警醒自己，不能做一个耳朵是摆设的龙皇帝。你明知道我就是随便一说，你干嘛这么听我的呀？环儿，等朕办完了山西贪污之事，朕就好好的办你我之间的事情。你我之间有什么事儿？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只做个笔墨侍书，然后等到你那未婚夫回来，出去跟他成亲啊？你虽然是寻常女子，朕不能立你为后，但是在这后宫佳丽3000之中，无人能及你在朕心中的地位，所以朕要给你抬个7级，纳你入后宫。不行，这事儿我不同意。朕记得你之前说过，皇帝是这个世上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。可是，在山西的那间草房中，你不是已经改变了对朕的看法吗？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可是现在我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在那间草房中，咱们同居了数日，朕看过你的身子，也把很多第一次都给了你。难道你真的可以做到心里放着朕，还出去跟你那个杳无音讯的未婚夫成亲吗？大不了我谁都不嫁，我不嫁给他，我也不嫁给你。为什么？龙小弟，你是个好皇上，但是我想要的是个夫君，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夫君，而不是让这后宫女人又爱又怕的皇上。可是朕没有让你怕朕啊，难道你单独跟朕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害怕吗？龙小弟，你能只做我一个人的夫君吗？你不能。我不想跟东宫娘娘、跟西宫娘娘共享一个丈夫，你懂吗？一个妻子想见自己丈夫的时候却见不到，每天打扮好，期待丈夫发慈悲似的出现，对着蜡烛垂泪，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。反正你已经后宫佳丽3000了，少我一个又如何呢？你明知道朕是一个君王，朕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。罢了，纵然朕贵为天子，也不可能做到事事如意。朕只有珍惜有你陪伴的每一刻了。李太医，公公有什么吩咐吗？
你脸色有些不对，怎么？是不是看到皇上宠爱奕欢，你心里不好受啊？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？你们不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吗？这不是我想要的。奕欢年少单纯，对感情的事情非常懵懂。我担心的。你把奕欢拉进宫里来，目的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。可是没想到，皇上对奕欢动了真心，所以你的心里不是滋味。是我大意了，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唉，看到你们把事情搞成现在这个局面，我也很是不安呐，但我又无可奈何。我知道你跟你爹一直想要光复大明，我劝不了你，可是你们这样做真的很危险，就连我这条老命，恐怕到最后都得给搭上。我劝你，赶紧把奕欢从紫禁城给撤走吧，我年纪大了，受不了惊吓啦。